河北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4支梯队于11月3日开始放假。河北足球俱乐部公告，由于众所周知的困难，河北足球俱乐部训练基地近期无法按时缴纳电费。家电零售连锁苏宁旗下的江苏足球队因财务困难2月停止运营。另一支中超球队天星天海于2020年5月宣布破产。有媒体报道，有40名台湾海军陆战队员正在海关联训。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无需猜测，称在关岛新建的美军基地对40名台湾士兵进行的训练是变革周期的一部分。普京在周一举行的俄罗斯军方高级指挥官和防务公司代表的会议上宣布，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将在未来几年大幅增强。普京表示，首套量产型 S-500 防空导弹系统将在未来几年内交付给俄罗斯军队。雅虎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从2021年11月1日起，用户无法再从中国大陆使用雅虎的产品与服务，原因是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商业和法律环境。雅虎仍然致力于维护我们用户的权利和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我们感谢用户的支持。声明表示，据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特种部队已开始与以色列海军突击队进行联合演习，为可能与伊朗发生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媒体称，此前曾举行联合演习的美国以部队首次进行演习，设想是伊朗将试图在该地区扣押美国领事馆或船只。有消息称，演习结束后，美国特种部队将被派往海湾地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潜艇协议取消的声明作出回应，称不接受针对自己的贬损和侮辱。莫里森拒绝了马克龙针对自己在两国间潜艇协议的取消问题上撒谎的指责。莫里森重申先前说法，即他6月与马克龙会晤时就已表明欧方有意放弃两国间潜艇项目。阿富汗主流媒体黎明新闻发布消息，首都喀布尔发生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已造成15人死亡，34人受伤。塔利班发言人周二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家军事医院发生了2起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34人受伤。